11題，錄一錄佢先。OK， 11題，好啦，繪畫班每課長1.25小時，比朗誦班多0.5。OK， 好啦，咁講講咯喎。首先我哋睇清楚，繪畫班多啲啊，定係朗誦班多啲咯喎？繪畫班係比朗誦班多啊嘛，係咪？即係繪畫班係少啲啦，所以呢一條咧係小數減法嚟嘅。好啦，而家要呈現俾大家睇啦。小數加減就要對位，小數乘法要蛇仔，所以咧呢一題咧係要對齊個小數點位嘅。OK， 只要對齊個小數點位咧，小數加減咧就好似整數一樣咁容易。OK， 好，呢題一減就知啦。所以咧朗誦班係每課長0.75小時。OK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哋梗係想上繪畫班多過上朗誦班噶啦。OK， 所以咧繪畫班咧係長過朗誦班嘅，所以係0.75小時啊。好，講多少少，快講多少少呢個代數式嘅嘢啊。代數式有朱古力 P 盒賣出45盒，餘下幾多？所以呢題咧係 P 減45，因為咧有 P 盒啊嘛，賣出咁多嘛，所以餘下咁多。所以咧嗱，記得啦，佢俾有括弧嘅，呢題係代數式加減，所以一定要加翻個括弧。呢一題佢幫你加咗括弧，但係你如果冇括弧嘅話咧，緊記啊，又係打10粒星落去，又要加翻個括弧啊。OK， 好啦，講完小數，講完代數式，咁啊，順便就講埋分數嘅加減乘除啦。一嚟就嚟到第33題，好多同學仔都話啦，有份數應用題嘅，點樣啊？誰幾時加幾點乘啊？OK， 你哋之前有睇過之前嗰題噶啦。OK， 其中係咩啊？其中係乘啊嘛。好啦，今堂就灌輸一個最快啊，你要知道乘除啊點樣揾咧？OK， 就係呢題啦。3個甜品師傅用咗3又3/4小時製作4又3/8公斤嘅甜品，平均幫我圈住佢。由細到大，我哋由2年班開始學平均係咩啊？除啊嘛。OK， 除以每人喎，咁我哋有幾多個人啊？而家3個人，每小時喎3又3/4，因為有3又3/4每小時啊嘛。記住啦，平均係除，每人就寫翻有幾多個人，每小時就寫翻小時落去。咁即係呢條係咩啊？冇錯，呢條係一題分數嘅除法。4又3/8除以3，再除以3又4/3。OK， 呢題有簡單嘅分數乘除啊。OK， 好啦，記住平均係除，然之後每人就除翻幾多個人，每小時就除翻有幾多小時。咁而家剩翻低係甜品有幾多公斤啊嘛，所以我哋將甜品嘅公斤除每人，再除每小時。嗱，計算嗰 part 咧，我講咗之前講咗好多啦，我亦都唔講啦。而家講講點樣去應用啦。OK， 點樣去寫條式出嚟啦。OK， 計算嘅部分咧留翻俾你哋去自己計算啦。今堂咧就講咗小數乘法。小數加減，記住小數加減要對位，小數乘法畫蛇仔。OK， 小數、代數同埋今堂呢一題講埋分數點去應用啦。OK， 麻煩大家重複又重複去睇多幾次，希望你哋盡快掌握到要點。好啦，今堂講住咁多，下堂再見，拜拜。